国际级的美食品鉴米其林指南今年首度将台南纳入评选城市，有27间美食店家得到必比登推荐，17间评审推荐的入选餐厅，总共44间餐厅店家得到肯定，是今年新入选餐厅总数量上侪的城市。台南市观光旅游局特别举办得奖业者的分享会。伫个会中，由台南市长黄伟哲亲自颁发纪念奖章，肯定这业者。明年的米其林的评选，我们能够除了入选必比登，还有米其林入选这2个项目之外，我们还有更多的我们的美食业者能够摘星。这摆入选的店家包含侪知名在地小食。有沙白鱼料理、米糕、串冰、土特鱼鸡、牛肉汤、虾仁肉丸、鱼皮汤、小卷米粉、麻粿、咸糜、打面，还佫有伫网络顶面掀起论战的府城师傅的蚵仔煎。另外，还佫有火锅、法国菜、日本菜等料理种类，展现了台南的多元饮食文化。相信我们的这个美食之都的这个名声也可以奠定国际的一个能见度。这是台南今年是我们打开国际美食推广的最重要的一步那我们也期待明年、后年成绩可以越来越好。观光旅游局嘛特别甲台南的景点结合，推出6条会当耍又会当食的旅游路线。分享会当中嘛安排连续4档得到米其林1星的台菜餐厅来传授经验，同时邀请到知名 YouTube 现场连线。观光旅游局嘛推出台南米其林美食特搜站网站，让国内外观光客会当借着网络平台轻松找到台南各区的美食，规划属于家己的台南米其林美食指南。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